来看高城的成员拢是查某的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指出，现处是台湾的生囝补助甲相关的政策也无够，而且劳动的条件嘛无好，无法度鼓励家庭生囡仔。第四这生囝率低的问题是真恶解决。高城生活是女性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甲民间团体15针对少囝花季地召开记者会，台湾生育比率全球上低。因指出，原因是出伫咧目前生育补助甲相关政策，对有生囡仔的家庭来讲帮助有限，改善的空间要真大。产前教育公共化到生产准备假，给带薪的亲职教育假，调整还要优化整个育婴留停的申请方式，还有使用规则，让给假的方式更贴近我们育儿家庭的现况还有需求。例如，可以更加弹性的以小时来运用它。国际劳工组织其实有建议，产假最少要给12到14周，而我们都知道，目前台湾的产假是8周。欧巴桑联名表示，生了囡仔的家庭要未甲生活的步调找转来，就要随转去工课场是真辛苦。看到有生囡仔的家庭拄到侪困难，其他也未生囡仔的家庭，也着惊生囡仔会互家己的生活变甲稀累咧，就无愿意生。随着呢3党推出了他们的少子化政策，我们发现呢方向完全错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因为你工作稳定无虞，那职涯有前景，才能真的去想成立家庭的事情。那另外就是现在已经有生小孩的人，如果他们过得很痛苦，他们一句苦不堪言，其实会抵消10句话催生文宣的好话。欧巴桑联名希望，唔但要提升生囡仔进程，有心当中生囡仔了后的帮助，同时也要改善大环境的劳动条件，才通为根本解决问题。因也讲，所落来因也针对总统候选人提出应对各候选人妇女政策甲育儿政策的问题。记者关兆水台北报道。